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入嚟嘅大門旁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到6至8人飯台。另一邊就係客廳，一邊可以擺電視櫃，一邊擺梳化啦。前少少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到開揚翠綠嘅獅子山景觀。廚房係梗廚，有雪櫃、爐頭同埋焗爐。洗手間係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嘅面積相若，亦係對住獅子山開揚嘅景觀。主人套房左手邊有個衣櫃位，可以放好多衣服啦。呢度有個工作平台，可以做啲曬浪嘅工作，對住都係開揚翠綠嘅山景。主人套廁帶有浴缸，浸浴就非常攤啦。